各位朋友，我係律敦治醫院嘅院牧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心靈需要與關懷嘅愛與被愛。院牧喺個多月前初次探望阿玲，佢因為調氣唔順，常常乾咳嚟到醫院求診。經過驗血同埋電腦掃描嘅檢查，竟然發現佢患咗肺癌，而且擴散咗肝同埋背脊骨。佢流住眼淚咁話俾院牧聽，好難過去接受呢個突然而來患癌嘅消息，更加嘅擔心年老嘅媽媽為佢嚟到憂心。佢未知可以點樣同媽咪講，因為爸爸10年前離世之後，佢就一直同媽媽同住。佢愛媽媽，唔想令佢難過。院牧聆聽同埋同理佢嘅擔掛，亦都為佢向天父嚟到祈求醫治。2日之後，院牧再到病房關心佢，佢握着院牧嘅手，話俾院牧聽，其實過去同媽咪同住嘅時候，承受咗佢好多唔好嘅負面情緒，媽媽嘅說話都經常傷害佢。例如成日批評佢係冇用嘅，未來唔知道點樣帶住呢個重病同媽媽相處，認為媽媽係唔會體諒佢。但係經過佢10日住院之後，佢嘅二家姐話俾媽媽聽佢患病嘅消息。佢媽媽打電話俾佢，喺電話裏邊同佢講，好掛住佢，若果佢冇法醫治而離開嘅話，佢媽媽亦都冇辦法活落去。佢一邊講一邊流眼淚，表示聽到媽媽嘅說話嘅時候，佢內心好酸痛。無疑佢哋兩母女彼此之間都存着真摯嘅愛。佢同意院牧所講，出院之後珍惜同媽媽生活嘅日子，回憶過去美好嘅片段。嗰一日，佢踏入家門，媽媽同佢就相擁而哭。佢將會學習向媽媽表達愛，同埋接受佢嘅關愛。聖經咁樣話，最要緊嘅係彼此切實相愛，因為愛能夠遮掩許多嘅罪。喺愛裏邊係沒有懼怕嘅，愛既完全，就把懼怕除去。歡迎大家掃描 QR Code 瀏覽律敦治醫院院牧事工嘅網頁。多謝大家。